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互咱搁伫这个所在见面。咱有法通伫主的日子，用神的话彼此来勉励，愿圣灵借着伊家己的话，来伫咱的心中，互咱安慰，互咱信心，互咱有刚强的心。咱这个时是点伫这个罪恶、黑暗困难重重各款的问题灾变非常厉害的时阵，咱搁较需要神的话来勉励咱，叫咱刚强起来，继续向头前行。咱三合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多谢你，你安排阮活伫这个世代，伫这个病毒非常厉害的点钟，阮还体验到这个人类人生的痛苦，到见证到现在世人伫罪恶当中，各交各彼此的受敌，互阮搁较知影。阮活伫这个世界是暂时的，阮有一个永远的家，是上帝为阮备办的。阮这个时伫世间，亲像咧做人客，无论生活是怎样好，怎样丰富，但是阮拢是做人客，有一日要活到上帝为阮备办的迄个家。所以，阮抑搁伫世间的时节，伫咧生活。求上帝甲阮同在，求你的能力来托调阮，互阮知影主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是阮随时的帮衬。阮将这一切完全来交托互你，求主看顾保守，一直到主搁再来的日子。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早起咱们讲的题目是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Amen. Come, Lord Jesus. 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呢？这个题目是写这个启示录啊，到最后几节的时阵啊，这个写圣经的人啊，使徒约翰，伊是回应主耶稣的话。主耶稣第20节安尼讲，证明这个代志的讲是咯，就是耶稣讲是咯，我的确紧要来啊。那么约翰呢啊，写圣经的约翰，听到主耶稣安尼讲是阿门。阿门就是我诚心所愿啊！所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干哪子？伊讲说我愿你来呢？因为约翰啊，这个是关伫这个小岛诶，伫咧写一本圣经啊，这个启示录啊，伫迄个孤单黑暗绝望诶时阵啊，得到神诶启示，可以知影将来迄个末世时阵，这个世界要拄到什么代志？上帝要怎样来解决这个世间的罪恶黑暗？要怎样用伊的公义来刑罚这个世界？所以伊听到耶稣讲说：“我要紧来，是咯，我要紧来。”约翰，我看连咱现在的基督徒也着甲伊伤心，安尼讲阿门，诚心所愿。咱能向主讲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咱逐个人的心声，也是咱的祈祷。兄弟姊妹，对于今年正月开始啊，这个病毒这个 COVID-19 这个冠状这个肺的病毒对正月开始愈来愈多，一直到今仔日。8月初为止啊，除了咱亚洲有少数的国家渐减少咯，在亚洲的国家较少，那是在美洲咯、南美洲咯、欧洲咯、非洲咯，这些国家这病情啊，这得病毒的人逐日都增加，几千个人菲律宾也是特别多，有时2000，有时几千安尼，逐日加天美国更较厉害，有时40-50千一日得在边的人为国家几十千几万人，真厉害。当咱踮这个网顶这个视频电视咧，会看到。咧播送，有诶边处有诶国家诶边处，看到在病人一个拄入去病处咧，无偌久，佫一个死安尼拄出来，干咧塞去车内面，然后再去空压，再去这个山地咧，掘坑，有诶掘做一个真大坑，也无观察咯，就入咧迄个塑料袋内面啊，拢总间单的内面集体埋葬也无亲人，袂做你去看伊，
行去念着。哦，有诶是有观察诶，有一排一排安尼排排咧，也一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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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观察，真侪人无亲人啊，真少有亲人。那有亲人看到因诶亲人咧埋葬诶时阵，有诶哭啊，真艰苦心啊！啊，咱听到迄哭诶声音，我突然心内是真艰苦心。看见这个世界拄着种诶代志啊，愈来愈厉害啊！哦，所以我咧想啊，换当这个时阵哦，有一个国家来宣布，向世界人宣布，说阮已经发明着这个疫苗咯、vaccine咯，就是发明着这款的特效药，有可能100%会医好这款的病毒啊！而且佫宣布说，凡也是拄着这病的人啊，任何国家、任何什么人啊，阮拢要免费送互因，恁只要来共阮讨啊，阮就要白送互恁。哇！这个世界，我得着怀病的人，特别来听到这个消息啊，对因来讲哦，是一款的好消息，是福音啊，是好消息啊！啊 ，Good news。为什么呢？因为直到现在也无有这款的特效药啊。换当若是有，这个是对人类啊，特别是对怀破病的人啊，是一个好的消息，是一款的福音啊。所以咱安尼讲者，这药呢，这vaccine啊，既然有人要送来，而且是免费的，咱吼若听到这个消息哦，特别是怀破病的人，伊会安尼讲啊，伊说哇，好消息哦，哦，这疫苗啊，这药啊，你赶紧送来吧，我接受你，哇，我愿意早日来到阮的国家，哈，互我有可能得到救，互我有可能得到救。关于讲到这个在边境的时阵，真侪人死啊！圣经内面啊，有一句话来提醒咱世间人。希伯来书第9章27节，安尼讲：按照定命，人拢有一摆死，死后阁有一个审判。人按照定命，人都有一摆会死，死后阁有审判。当人听到这个消息了后啊，应该着警醒啊，应该着悔改啊，来接受福音啊。因为死是临到每一个人的。讲到这个死这项代志啊，耶稣伫新约内面啊，甲一个家庭啊，真亲近啊，就是两个姊妹甲一个小弟。耶稣咧传福音的时阵，常常经过这个所在啊，来经过这个所在，就去因兜做客啊，因就接待因啊，所以叫因真熟啊。有一日啊，这两个姊妹哦，马大叫玛利亚，迄个刷马的小弟哦，叫做列撒罗。因这两个姊妹啊，就找人去跟耶稣讲，说耶稣啊，你所听的人就是列撒罗破病了，啊，意思就是要请耶稣去因兜来拯救伊的囝，伊的小弟啊，来医治。那么圣经哦，描写说，当耶稣去遐去因兜的时阵哦，卖狗的时阵，看到真侪人伫遐伫咧吼这个儿子小妹，甲伊在亲人啊，在厝边咯，因也是可能也是真君，因伫遐伫咧吼。耶稣看到这人咧艰苦心，看到因啊伫咧
伫咧哭耶稣看到伊也是真艰苦心，圣经就讲4日耶稣哭了，耶稣哭了。为什么耶稣会看到人死会哭呢？为什么？有几个原因。头一个原因咱知耶稣伊对天顶来到这个世间有两个特性，就是伊有人的性，也有神的性。伫人的性这方面耶稣哭了，是表现耶稣的同情心。耶稣有迄个怜悯人的心。当看到人有问题、有重担、有伤心的时阵，耶稣甲伊同心，同情伊。圣经内面安尼讲，说甲伤心的人同流目屎，人甲欢喜的人同欢喜。因为若甲艰苦心的人表达一个艰苦心会减少伊的艰苦心。甲快乐的人同快乐呢，会增加因的快乐。耶稣不参加人的婚礼，耶稣必参加这人的丧事这项代志。所以当咱看到这耶稣哭了，为什么耶稣会哭呢？咱怎么讲？说耶稣有迄个同情心。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世间在世会拄着在困难的问题，拄着灾难，拄着心内无欢喜的代志，拄着在重担的代志。那么耶稣伊怜悯人，看到咱破病，伊愿意医治人；看到咱艰苦心，愿意安慰人。所以主耶稣伫马太福音11章28节安尼甲咱讲：凡那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来，我要互因得到安息。这是主耶稣的应允咱若拄着问题、拄着困难、互罪捆绑、劳苦担重担，咱就到主耶稣面前来。耶稣说：来，恁有劳苦，恁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来，我就要互恁得到安息。所以愿意来到耶稣面头前的，存着谦卑的心，存着这个家己无办法解决这问题人会限制，人会软弱，无法能解决这问题，所以恁就来。特别是生命的问题，咱不能为力咱就来到主耶稣面头前。伊要互咱得到安息，来辛苦来接受耶稣伫咱的心内，伊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去咱的一切不义。耶稣也伫圣经彼得前书5章7节，佮安尼讲：恁着将一切忧虑来写托神，来帮托神，交托神，因为伊顾念恁，因为伊顾念恁。所以兄弟姊妹，咱看到耶稣有同情人的心，伊体贴人的软弱，所以咱有拄着这困难、这重担，互做捆绑，有这歹的习惯无法通来透开的时阵咱会用来到主耶稣面头前，伊是听祈祷的神，伊愿意帮助人。圣经有一句话说：咱得向伊倾心吐意。倾心吐意的意思就是将咱心中一切的重担、困难内面的苦水向耶稣讲出来，因为伊是听祈祷的神。那么耶稣哭了，也有什么原因呢？伫这个这项代志顶面，伊也看到人对伊的信心失去了信心了。当耶稣听到有人来甲因讲说：你做第好的朋友最疼的迄个朋友咧破病了。耶稣无立刻去，因为耶稣做代志有伊家己的目的，
有家己的时间，有家己的旨意，所以伊踮遐前2日，伊的目的是要借着这项代志，来荣耀上帝，也要互人知影伊本身有迄个神性，神的迄个权能，有法通叫死人复活起来，叫病痛的当中得到医治。耶稣有这款的权能，但是伊的门徒讲耶稣讲，当耶稣说过了2日了后，伊讲这个列撒罗困了，说若是困了，有法通阁醒但是耶稣的意思毋是困的意思，是说已经死了。那么伊说咱来去耶稣说咱来去犹太，对北方落来犹太。那伊的门徒乱做伊，说耶稣无几日前迄犹太人伫南边的犹太人要用石头要甲你拍死，咱这个时去，你若阁去，毋着阁互因拍死。伊的意思，门徒的意思说，毋通去危险你的性命会危险。耶稣知影伊要做啥物，耶稣若要做这项代志，是人无法通乱做的，因为伊比人较知影，伊比人较有权柄，所以耶稣有法通看出这个时节人对伊无信心，伊的门徒对伊无信心。一过来，当耶稣去到迄个所在，死人的迄个办事处的时节，丧事的所在，看到人伫咧哭，这个大姊也是来流着目屎来找耶稣。伊说：耶稣换当你若较早来我的这个小弟就袂死了，我的小弟就袂死了。丧事伊的小妹搁一半也是来，伊讲耶稣你若是早来我的兄弟就的确袂死啊。耶稣你去前去了啦，你无应该安尼前你这个是若要行神了，可能也是无迄个可能了，可能是等你第2摆搁再来的时阵主耶稣升天第2摆来，人会复活起来，迄个时阵，我的小弟可能会阁活起来，因为耶稣说生命伫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的确要活起来。这个马大伊讲的说，这是以后的代志，但是这个时节无可能了，已经死了。所以2个姊妹对伊也无信心，耶稣艰苦心，看到人对伊的信心是安尼，过来当耶稣想到这个死的时节，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是啥物是要解决这个罪甲死亡的代志甲来人的死是因着人犯罪，罪的工价就是死亡。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伊要为着世间的人来担当世间人的罪。上帝公义要来审判这罪人，世间的罪人。那么要怎样解决这个罪问题？就是无罪来代替有罪世间人，来顶死十字架顶，伊要受苦受难将这个无罪全世界的罪的重担压伫伊的身顶。这个是偌爱痛苦是一个圣洁的主，伊变做一个罪人来到这个世间并且要为着人来死，这个是非常的痛苦肉体的痛苦，也有内心的痛苦，伊甲天父暂时离开的迄款的痛苦。哎呀，耶稣想到大个代志伊艰苦心，伊哭了。伊想到伊做成这个将来做成这个救恩的时节，伫十字架顶为咱世间人顶十字架，凡係相信的人就会得救。但是伊想到将来有一家人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因的救主，
凡在硬着心，到最后，因的灵魂要到迄个受苦，永远伫地狱内面受苦的所在。人伊想到这个耶稣艰苦心，伊为着因流目屎，主耶稣抑个为着耶路撒冷的义心，伊为着耶路撒冷将来要拄着的灾难啊，伊也是为着耶路撒冷来哭，来艰苦心。为什么耶稣要哭？因为伊知影咱的问题，知影死亡来捆绑着咱人类，而且无信心，无愿意接受拒绝主耶稣的救恩，人将来就到永远迄个受苦的所在。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哭咯。那么也阁有，因为人类犯罪的缘故，上帝伊的公义要来审判这个世间，甲世间人每一个人，为着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伊就有这个时期啊，伫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阵，咱通常叫做末日的时阵啊，有一个预兆，这个世界会拄着一个灾难，抑个伫7年的大灾难当中啊，佫较愈来愈厉害，愈来愈厉害。所以啊，伫马太福音啊24章25章这搭啊，有讲到咱这个世间啊，伫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阵啊，这个世界啊，会拄着大灾难，就是咱讲末世。但要末世来时，说有一个预兆。什么是预兆啊？伫代志未发生的时阵，有这个世界会发生一个兆头，就是心动，咱就一个破病、当病未来的时阵，虽有一个预兆，有一个病症会出现一个症状会出现那么主耶稣第二次过来的时阵，这个世间啊，有什么预兆呢？所以24章啊，马太24章第3节24章第3节，安尼开始，安尼甲咱讲，伊说主耶稣伫迦拿山顶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讲，请甲阮讲，什么时阵有这代志？你降临甲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讲：恁着谨慎啊，免得有人迷惑恁。因为将来有真侪冒我的名来讲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真侪人。第6节，恁也要听见拍箭甲拍箭的风声，总毋通惊吓，因为这代志是必须有的只是末世也无到。民要攻拍民，国要攻拍国，真侪所在的确有饥荒、地震。这拢是灾难的起头啊！迄个时阵，人要将恁陷伫患难内，也要杀害恁，恁又搁要为着我的名，互万百姓来分恶。第10节，迄个时的确有真侪人跋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分恶。毋但安尼。阁有真侪假先知起来，要迷惑真侪人只是不法的代志增加了，真侪人的听心才渐渐的冷淡了独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福音，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这是主耶稣第二次要降临的时阵
有一间有掉。咱现在已经看见了，伫世界地震、风潮、水灾、跩疫症、各款的免攻拍免、国攻拍国，跩代志无停的发生，这是大灾难来的预兆。那么圣经佫讲伫7年内面的大灾难，咱若是看圣经的时阵，咱就看到7个印、7个好，甲7块碗内面的跩灾难跩灾难。那么咱也无法通真详细来伫即个时阵来讲，但是简单提到几项代志。启示录第6章第1节到8章第5节内面讲到7个印，7个印呢，一个印是代表一项代志。头一个印呢是讲到一只白马，甲骑白马的迄个人，这个是代表什么？代表敌基督。伊要装作什么？假伊是和平之君看咱是这个和平的人但是伊是要用欺诈、欺骗来征服人的心灵来欺骗人的心灵，叫人着跟地伊。第二项有红马，就是第二个印红马。红马就是红色是代表血血是即个是讲到人迄个时要彼此来杀台用刀来杀台要夺取和平这项代志第三个印是乌马，乌马的意思是代表这个饥荒，饥荒就是无通食无出产缺少粮食第四个印是黑色的grey 黑色的马是第7节到第8节，是代表死亡的意思。圣经讲要用刀剑、用饥荒、用瘟疫、用这个野兽来杀害世间的1/4的人，1/4的人这个黑色的马是代表死亡有真侪彼此杀害的代志，有饥荒的代志，有瘟疫病毒的代志，到野兽会去性变会出来食人、咬人会害死杀害世间人1/4的人咱的初安尼约安尼算一下，换等现在世间的人口population若有7 billion 70亿个人70亿个人，现在人口70几亿，换等若是1/4伊的人数就是1亿7500万，1亿7500万175 million 的 population1/4的人会死去，哇，真厉害第5个印呢是殉道者，迄个时最后第7年大灾难的时最殉道者就是迄传福音的、传道的人、做见证的人、为主来牺牲的人，叫做殉道者。因互人杀害，因为声音对迄个祭坛咧声音发出来，大声讲：迄圣洁真神的主你来审判跩地顶的人共阮伸冤流阮的血的人来为阮伸冤要等到第时要为阮伸冤上帝这个时就出来要来为跩人来伸冤意思就是说上帝要刑罚陷害为着主的工作来死的跩人。第6个印是啥物呢？真恐怖真恐怖，真惊人伊说到迄个第6个印来的时阵伊说地顶有大地震可能有7级8级以上的大地震
啊，迄个时阵哦，日头要变乌去，日头会变乌，会看扫落去就是有看到月亮，伊的月亮哦变做血色啊，变做红色的血，变做血色。天顶的块星哦会落落来，因为落落来真危险啊，会去舔死啊，吼，会去舔咧人的厝咧，也是或农作物咧，在地顶吼，有真侪人会受灾难啊！啊，这个天哦，要移动啊，这个天毋知怎样摇动吼，说较咱像切啊一锅了吼，要卷起来上款啊！哦，迄个海岛啊，海南山叫山吼。山所在啊，移动啊，本位移动本位，对遮山到迄搭啊。说地顶的做君王咯，啊，或做官的人咯，将军咯，好业人咯，总司咯，甲一切为主为自主为奴的做奴才的人，伊就是老板交员工人啊，伊说拢密伫走去。洞内面密咧，叫迄个大山石头甲因砍咧，啊，真可怕！当因走入去迄山洞的内面吼，山洞是啥物啊？啊，你毋知捌入去山洞啊？山洞是也冰的啊，有时内面山洞的比外面哦加几度，搁较零下几度，内面会结冰啊。敢若伊要走去内面密咧，因大声伫密咧内面大声讲啊！讲啥物？伊讲山啊，石头啊，伊说恁哦倒伫阮的心顶吧，啊，将阮藏起来，来逃避即位上帝甲羔羊会受气的。因为上帝要来刑罚这个世间人啊，这个世间哦有一款的热度非常的厉害啊！到底这款是啥物啊？热到热啊，翻热啊，所以人哦走入去山洞密咧，毋敢出来啊。叫迄石头甲因砍咧啊，咱就皮甲因割咧，互伊袂去烧死啊。圣经捌安尼讲哦，伊讲到末世时阵有一个大声，真大的声音，较一嗡安尼。然后圣经形容，凡若是有铁，或者metal，或者铁质啊，吼会扬起啊！若毋是也热也烧，无可能会扬啊！可能迄个时哦是一款的核子炸弹啊的战争，爆炸啊，可能是一款的情形，不然无法烧的。抑阁有，伊讲迄个有7支的 trumpet 号要分啊。要弹啊！那么迄个羔羊掀开迄个7个印的时阵啊，天顶吼啊，伊说有啥物啊？第7个印的时阵啊，迄个第7个印哦，就是要分7支的号，一个安尼撒落去。伊说天顶吼，迄个第7个印要掀开的时阵哦。天顶哦，忽然间干啦，安静啊！15分2刻啊，一刻是15分钟，2刻哦就是半点钟啊。说天顶哦，就忽然间安静去啊。较咱啥物啊？较咱像咱伫遮地顶哦，大风台要来的时阵，你会感觉这天乌哦，忽然间无风，佮无浪，忽然静去。过几分钟哦，这大风浪真哩来了，大鹰来了，个抢来啊！互人啊，无法人陪伴啊，无法人走啊，就是有即款的情形。伊说上帝收起要来以前啊，有半点钟会安静。那么咱无过伫即个所在啊，无过真详细来讲出灾难怎样一项的会形容出来。但是当第7个印显开的时阵，这个世界的灾难啊，非常的厉害。我只要用一节圣经哦来描写到底偌厉害啊！
第启示录第9章第6节安尼讲，伊讲是地怀的日子啊，人要求死，决无法通死，愿意死，死却离因也远啊，离因也远啊。国语是安尼讲，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意思就是到迄个时节大灾难的时节，艰苦人艰苦啊，挡袂住咯。说无我较早死了，我要死哦！我较袂受苦啊，无法通死我愿意死啊，但是死离开因真远，无法通死。有人伫真痛苦的时节，伊说不如一死一了百了，就是死逐项了咯，袂受苦咯，无感觉咯。毋是安尼，念你要求死也是无办法。这是形容说非常非常这个灾难，非常非常的痛苦，真艰苦忍受，会听懂。过来啊，圣经啊，讲到主第二摆搁再来，第二摆搁再来的时节，迄个时节人会怎样啊？讲主耶稣降临的时节神的受气神的愤怒啊，要亲像迄个那个倒伫地顶啊，神的受气甲咱真做哩，安尼倒伫地顶，世界要有大灾难。所以地顶万民万族啊，万族万民啊，拢要伫遐惊吓，拢伫遐伫咧哀哭非常的惊吓，艰苦心啊，伫遐哀哭独基督徒应该着快乐，应该着啥物啊？着挺身夹头，挺身夹头。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失败无愿望的时节伊的头家打落去，伊的身躯歪落去，真软弱咯，绝望咯，伊才额头弯腰。但是人若有盼望、有喜乐、好代志发生的时节，圣经形容说，在基督徒应该着挺身昂首挺身昂首，就是挺身直，身躯挺直起来，头夹起来，有盼望。因为这个时节咱的信仰信耶稣基督伊的应允交目标要达到了，要实现了。所以基督徒应该着欢喜快乐，挺身昂首挺直伊的身躯。夹头向顶下，有盼望，有喜乐上帝的应允要实现了，咱的身躯得赎了，咱要甲主要三甲底下咧做王，咱就要进入到上帝为咱在伊的行里所预备的新天新地当咱想到这，咱兼是真快乐嘛？咱现在是临到这个世界。是非常的痛苦。当咱进到这个新天新地内面咱无过形容这个新天新地，伊的墙偌大、偌悬、偌宽，圣经拢形容真清楚。内面毋连日头光，也毋连电灯的光，上帝就是光了。咱遐无黑暗，无暗暝。伫迄个所在啥物无流目屎，无死亡咯。所以圣经怎样甲咱形容呢？圣经甲咱形容说，伫新天新地内面说神要拭去咱一切的目屎，无搁再有死亡，也无搁再有悲哀、艰苦心，也无人伫遐咧哭咯。也无怀病痛咯，无啥物痛，我喙齿痛、骹骨痛、腰骨酸，怀拢总怀痛的代志已经无咯，无一日痛哩咯，
因为以前的代志拢要过去了。你顶摆若是本身不水，还是目睭无好、耳仔无好，我拢要过去了。我听的代志无咯，要坐伫宝座，坐伫宝座顶的，安尼讲，伊说看，我要将一切拢变做新的咯，又搁讲，你要将跩甲你写起来，因为跩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伊搁对我讲，伊说都成咯，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也我是终，我是最初的，也是落尾我要将生命的泉水那白白的输托喺喙焦的人来啉，这是将来的新天新地人的盼望，会快乐，会平安，叫上帝做一个。所以启示录到落尾最后一章落尾几节毋则讲，伊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个册顶这启示录所有言做见证。若有人伫这个预言顶面加添什么，的确神要的确要将跩写伫这本册顶的迄灾难要加伫伊的身顶。咱袂用随便过圣经呢，咱若是随便过圣经的话上帝要将迄灾难加添互咱这个册顶所有言的，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要的确将这册顶所讲的在生命的手，甲圣城对将这个人的过圣经的人甲你删去，意思就无份伫这个福气神的恩典内面咯。所以证明主耶稣证明伫20节安尼讲，说是咯，对我才证明喺预言所讲的话，主耶稣佫讲，我的确要真紧的就来了，我必快来，我的确真紧的要来。约翰伊讲阿门。意思就是阿门，诚心所愿。谢谢主啊，我愿你来。主啊，我愿你来。讲阿门然后有这个祝福的愿主耶稣的恩惠，上甲恁甲众圣徒都唔知阿门的时节所以咱最后的勉励就是什么呢？主耶稣伫圣经内面甲咱讲，伊讲。所以恁着警醒，因为毋知影恁的主是什么时节，倒落一日要来到所以恁也着预备，因为恁想未到的时节，耶稣就要来了，恁主就要来了。圣经假使咱着警醒，警醒就是着祈祷圣经佫甲咱讲，恁着圣洁。咱有圣洁的生活，咱毋是主耶稣要甲咱生肖的，也佫也久咧，所以咱凊彩做人咯，凊彩做代志咯，生活家较乱糟糟做歹代志，无圣洁交一个暗沉的人掺杂做一个所以圣经讲，亲爱兄弟咱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要怎样？也佫未显明出来，但咱知影主若是显现，咱的确要亲像伊有迄个圣洁因为要看去主的真体，咱到时阵会看到主耶稣的一个身躯凡向伊有一款仰望的人就着洁净家己，亲像主亲像伊，亲像主耶稣洁净一样。伊一搭是勉励，咱伫咧听候主来的时阵，咱着有圣洁的生活，毋通做歹咱着备办好家己，咱着佫一项，伊说叫咱着忍耐听候，咱着忍耐虽然有一件问题发生，咱毋通伫遐着发脾气咯，将做歹咯，生气佫犯罪咯佫款的出来，咱着忍耐
听候主搁再来。哈，所以圣经讲兄弟啊，恁着忍耐，直到主来。你看，这农夫忍耐听候迄个地内宝贵的出产啊，直到迄个秋雨、春雨啊，就是秋雨甲春天的雨会来到的时节，恁也着忍耐来坚固恁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真近咯，咱着忍耐。过来就是圣经鼓励咱着忠心服侍主啊，上也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啊，为主人所派管理厝内的人啊，按时来分牛托因呢。主人来了，要看起伊安尼有忠心，迄个仆人啊就有福气咯。所以咱信主的人啊，应该好好的陪伴啊，经生有圣洁的生活，伫遐听候忠心服侍主，伫祈祷，咱应该着存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情啊。圣经来讲，迄个时节，你要看起耶稣有能力、有大荣耀，加魂降临啊，这魂降临这个世界啊。只有一个代志，恁就着挺身昂首，就是着快乐乐观，因为恁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兄弟姊妹，咱一阵一个听候，一阵虽然世界真乱，真侪在病毒啊，毋知影第时要停，毋知影第时要了，一阵生理艰苦做，一阵身躯真软弱，毋知影第时一日会拄着在病毒啊，所以真惊心伦命啊！所以圣经甲咱讲，咱毋免惊，有主甲咱同在啊！咱活伫世间的时节，要为主做见证啊，加抢救灵魂啊，加服侍主，因为有一日主降临的时节，伊是要赏赐咱服侍伊，咱忠心服侍主的人，上帝要祝福咱，上帝要赏赐咱，咱逐个人来祈祷，来听候，来吞论，来过这个互主欢喜的生活，来荣耀伊咱三合做这个祝福的祈祷。上帝啊，阮多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勉励阮。虽然世间有苦难，阮人活伫世间是暂时的，伫做人客。只要阮吞忍、忍耐、祈祷、过圣洁的生活，阮来听候主搁再来的日子。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互恁全然成圣，又搁愿恁的灵、恁的魂、恁的身躯得蒙保守。伫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阵，完全无可指摘。愿神祝福众兄弟姊妹，奉耶稣的名，阿门。